英文名係 Vincent， 創辦咗柬埔寨嘅太子集團。控罪咧就話佢主導咗史上規模最大嘅投資詐騙案，助長咗日益猖獗嘅非法產業，俾全世界各地嘅受害者造成幾十億美元嘅損失，同埋難以言喻嘅痛苦。太子集團喺柬埔寨各地設立強迫勞動嘅詐騙基地，所謂嘅員工多數係被人口販賣誘騙去到當地㗎。園區有高牆同埋鐵絲網，員工咧要被逼從事殺豬盤嘅騙案，又用加密貨幣嚟將黑錢洗白。美國財政部又發布咗太子集團跨國犯罪組織嘅人物關係圖，同埋香港公司牽涉嘅全球網絡，當中包括香港人。香港另一調查發現，陳志擔任7間香港註冊公司嘅董事，公司全部都用尖沙咀金巴利道68號大廈作為註冊地址，包括香港嘅太子集團控股。呢棟尖沙咀嘅甲級商廈估算市值30億港元。2015年恒基強拍收購舊樓重建，2018年透過轉讓公司嘅形式出售，但係一直唔知道真正嘅買家。直至我哋嘅調查，終於知道陳志就係幕後買家。金巴利道68號嘅業主，陳志嘅香港公司淨係得一間係佢同其他人一齊出任董事㗎。呢個人就係周雲，俾美國制裁令指控協助陳志管理資產。周雲喺香港開設多間名為美迪 Mighty Divine 嘅公司，經營證券、保險、私募基金等等業務。公司亦都係喺金巴利道68號。你好，你好，我想問千里有限公司嘅 management office 係咪喺呢一層？千里，你係業主啊嘛，係咪啊？你係有冇預約啊？我意思係因為佢哋唔接受開放。係啊。我話係咩事？即係呢個係唔接受開放。係，呢一個係業主提出嘅。咦，我哋收到嘅指示就係咁樣咯。記者嘗試進入大廈揾陳志相關嘅公司，一入電梯大堂就有3個保安上前。另外，香港山頂聶歌信山道8號 Mount Nicholson 嘅別墅，呢個會德豐發展嘅超級豪宅，有獨立別墅同多層洋房，其中樓王1號屋，2016年12月用10.8億一手賣出，當時轟動市場。買入嘅係英屬處女島，即係 BVI 嘅公司，負責簽買賣文件嘅係一個住喺東涌公屋嘅中年男子周佑強。我哋當年追訪過佢，佢自稱係打工仔，拒絕透露幕後買家。直至9年後嘅今日，發現呢間 BVI 公司喺制裁名單入邊，先至終於知道陳志係真正業主。而家豪宅咧估值大約13億。仲有一間香港嘅空殼公司興城有限公司，起訴書就話呢間公司係用嚟做地下錢莊，例如4個月內轉帳6000萬美元去到老撾嘅加密貨幣挖礦公司，將黑錢洗白，又用嚟為太子集團高層配偶俾錢買幾百萬美元嘅奢侈品，例如勞力士手錶同埋畢加索名畫。呢間公司嘅唯一股東兼董事孫偉強用汕頭身份證登記，唔喺制裁名單入邊。呢間2017年10月上市嘅斜坡工程承建商，2018年12月賣殼。陳志入主之後做主席兼執行董事，有54.79%嘅股份。之後發展咗柬埔寨嘅房地產業務同埋奢侈品銷售。陳志亦都帶咗柬埔寨太子集團子公司嘅執行總裁邱東空降入嚟做執董。佢有中美洲島國護照，又改咗名做超維人，但係咧就冇公開中文名。邱東咧被英國制裁，但係唔喺美國嘅名單入邊。佢哋兩個今年4月同7月辭任執董，理由都係因為需要投入更多時間專注做個人及其他業務。第二間坤集團係香港上市嘅新加坡工程公司，2019年7月上市，大股東喺2023年1月就賣晒所有股份俾陳志。陳志而家擁有55%，但係冇出任董事。第三間 FSM Holdings 係做精密工程同機械嘅新加坡公司，唔係陳志直接持有㗎，而係太子集團嘅財務總監李添持股60.23%，做咗主席同埋執董。佢有柬埔寨同埋瓦努阿圖護照。如果唔係制裁，就唔知道佢嘅中文名。FSM 係隔咗1個星期先至主動公佈，佢哋嘅主席兼執董就係俾美國制裁嘅同一個人。FSM 同樣係大股東賣殼之後咧，就發展手機遊戲業務。就話2011年當時只有24歲嘅李添已經創辦咗手遊公司。
不過公司嘅年報就從來冇公佈過出過嘅遊戲具體咩名。負責遊戲開發嘅北京附屬公司官網咧一直就話正在開發緊。雪茄係共產國家古巴嘅重要外匯收入。2000年，古巴就將擁有獨家分銷權嘅 Habanos 公司出售咗一半股權俾一間西班牙公司，之後喺2008年就落入英國嘅帝國煙草手上。2020年，帝國煙草用咗10.4億歐元賣咗俾香港嘅註冊公司 Allied Cigar Corporation， 按照當時嘅匯率，大約90億港紙。當時香港公司 Allied Cigar 嘅董事有周卓華旗下太陽城集團嘅 CFO 趙敬仁，仲有另外幾個人㗎。太陽城同趙敬仁冇接受訪問。呢間香港公司買咗雪茄公司股份之後幾個月內，董事同埋股權有密集嘅變動。公司改名，股份就全部轉咗俾一個人張平順。去到2021年6月，公司解散。但係點解 Allied Cigar 改名之後解散？Habanos 嘅股份落咗喺邊個手上？張平順又係邊個？呢啲問題多年嚟都係冇答案㗎。市場流傳就係周卓華同埋陳志共同擁有。周卓華2021年11月被捕之後，又全部落入陳志手中。睇下呢張圖就知道股權有幾咁複雜。陳志經過7層公司控制 ，BVI 開曼群島、香港、西班牙，離岸又離岸，難怪多年嚟記者都係查唔到。協亞企業嘅註冊地址8月就從共享辦公室搬咗去灣仔華潤大廈42樓，我就去過，發現現場冇人辦公，台同電腦都冇㗎。上一手租戶嘅標誌仲未清走，管理處就確認協亞企業租咗呢度。陳志同古巴亦都有淵源，佢作為柬埔寨首相嘅顧問。2022年，佢隨當時嘅首相洪森訪問古巴，會見咗古巴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主席埃爾南德斯。柏勞咧係喺太平洋嘅呢一度，台灣就翻譯做帛琉。1999年同北京斷交，同台北建交至今。柏勞最大嘅城市科羅爾喺呢一度。陳志公司租咗嘅無人島咧就喺北部，面積8.6公頃，大約咧係有維園嘅45%啦。Grand Legend 只係用咗100萬美元就簽咗99年嘅租約，計劃開發賭場、酒店。最新嘅衛星圖咧係截至2023年，未見有大型嘅建築物。認黃國丹做過 Grand Legend 嘅董事，陳志就持股37.5%。總部設喺荷蘭阿姆斯特丹嘅有組織犯罪和貪腐報導項目，即係 OCCRP， 就曾經報導過2018至19年有大批中國年輕人抵達柏勞，喺破舊嘅建築物入邊做跨境網絡賭博同埋電信詐騙。當地警方搗破之後發現，背後同前黑幫頭目尹國區有關。綽號北牙區嘅尹國區曾經喺2018年宣傳去到柏勞成立洪門經濟特區，發行加密貨幣紅幣，仲同當時嘅柏勞總統雷蒙傑索會面。OCCRP 報導就話，尹國區係喺黃國丹嘅安排之下同總統見面㗎，希望靠近美國雷達設施嘅土地開設賭場。黃國丹嘅英文名係 Rose Wang，1977年出世，喺柏勞生活咗20幾年。OCCRP 嘅報導就話佢一直游說柏勞同埋台灣斷交。2019年佢曾經獲邀去到北京出席國慶70週年招待會。2020年美國財政部已經制裁尹國區，指控佢涉及販毒、非法賭博、詐騙同埋人口販賣。制裁名單包括喺緬甸苗瓦迪開設詐騙園區嘅香港公司東美投資集團，仲有喺柏勞柬埔寨嘅洪門協會。尹國區當時嘅太太徐冉冉，2019年被柏勞禁止入境。聯合國報告曾經多次點名尹國區，更加話佢嘅詐騙園區蔓延去到東帝汶。而黃國丹就喺2022年被柏勞政府列入不受歡迎外國人。原因咧就係幫尹國區牽線搭橋，已經上訴成功，會繼續留喺當地經營酒店同餐廳。又話唔識得陳志同尹國區。1987年12月16號，陳志喺中國福建出世。佢後生嘅經歷難以考究。太子集團嘅網站提到佢曾經喺福州經營網吧，代理網絡遊戲。2010年離開中國去到柬埔寨，過去一直唔知道佢點解離開中國。我哋就訪問咗一個熟悉太子集團運作嘅人，原來佢係因為一宗黑客案而潛逃去柬埔寨㗎。
喺2000年代，中國嘅網絡遊戲玩家咧就好興自行架設私人伺服器去玩海外遊戲，有黑客組織就專門攻擊呢啲私服，威脅發布廣告、抽取分成、盜取裝備等等，獲利過億人民幣。湖北、江蘇、重慶公安2009年就開始調查，2011年收網。當年新聞報導並冇提及陳志，但係一個被點名已經潛逃嘅主犯，後嚟就成為咗柬埔寨太子集團嘅一個技術骨幹。陳志亦都喺呢個時候潛逃去到柬埔寨。陳志去到柬埔寨之後就開始做房地產生意，2014年獲得公民身份，2015年創立太子集團，涉足房地產、銀行、機場建設，成為當地嘅明星企業。首都金邊嘅太子集團總部2019年竣工，係中國央企中國建築設計同埋興建㗎。國資委嘅網站就介紹太子集團總部係一帶一路海思金邊論壇嘅主會場。可以喺柬埔寨風生水起，陳志同當地政界關係密切，先係搭上咗內政部長邵肯做咗佢嘅顧問，同佢個仔邵蘇卡合資成立金貝集團，喺西哈努克港經營賭場。美國司法部嘅起訴書就話，西港嘅金貝園區係詐騙園區之一。陳志之後更加搭上柬埔寨最高層嘅洪森家族，獲得時任首相洪森授予公爵頭銜，又一齊出訪古巴。2022年柬埔寨東盟峰會上面，洪森送俾各國領導人嘅手錶都係太子集團特別製造㗎。2023年洪森退位之後，佢個仔洪馬內接任首相。陳志就繼續做首相顧問。表面上太子集團不斷有慈善捐款、興建學校、大搞獎學金，但係旗下嘅金運科技產業園區同埋金貝賭場等地已經係臭名昭著嘅血汗工廠，有高牆鐵絲網關押住幾千個被虛假招聘誘騙去到當地嚟自唔同國家嘅人，被逼每日工作10幾個鐘。中共中央政法委長安網報導，柬埔寨太子集團喺內地有跨境網絡賭博大案，涉案180人。公安查獲一架裝咗600萬人民幣現金嘅車，又喺重慶查獲咗1000萬人民幣現金。2016至到22年，非法所得收入有50億人民幣。我哋就翻查多份內地法院判決書，提及2020年北京市公安局就成立咗針對柬埔寨太子集團嘅527專案組，各地公安根據公安部同埋國家122機制辦嘅指令排查太子集團嘅涉案人員。122機制辦即係國家打擊治理跨境賭博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除咗賭博，仲針對衍生嘅電信詐騙、人口販賣、偷越邊境、洗黑錢等等罪行。呢啲判決書詳細列出犯罪集團喺中柬兩國設立窩點，用虛假身份交友，騙取購買加密貨幣，誘拐國人去到柬埔寨，喺中國境內嘅車手就負責轉移資金。美國嘅起訴書就話，陳志同同謀曾經向中國公安同國安部嘅官員行賄，希望喺執法部門突襲詐騙園區前得到預警。美國制裁名單有9間台灣公司，包括台灣太子不動產，公司網站已經刪除咗。網頁存檔就睇到出售緊台北大安區豪宅和平大院。根據台灣查冊，陳志用唔同公司喺2019年買咗11間和平大院嘅豪宅，總值38億新台幣，即係大約9億6千萬港幣。陳志曾經有一段時間住喺台灣，內政部證實咗佢有多次出入境記錄。2021年之後就冇去過。幾年前有人喺 Instagram 曬出和平大院停車場停咗10幾架超級跑車，仲有名錶名酒。台灣傳媒就話呢個賬戶咧係陳志所有㗎。而家呢個 IG 賬戶已經轉咗做私人，刪咗好多相。台灣警政處長張榮興就話會透過美國聯邦調查局主動聯絡台北地檢署咧，正喺度指揮偵辦緊案件。喺新加坡就有17間公司同埋3個公民被制裁。查冊發現陳志做緊9間新加坡公司嘅股東，包括佢開設嘅家族辦公室公司 DW Capital。公司介紹管理緊嘅資產有6000萬新加坡元，即係大約3億6千萬港紙。DW Capital 財務長陳秀玲同樣被制裁。
佢亦都係新加坡國家旗艦投資公司淡馬錫有份投資嘅上市公司17Life嘅獨立董事，佢已經辭咗職。作為國企，淡馬錫就發聲明澄清，同太子集團同埋佢嘅任何子公司都冇任何關聯，冇參與17Life嘅董事任命。陳志喺新加坡買咗3間豪宅，合共4000萬新加坡元，大約2億4000萬港紙。太子集團 CFO 李添亦都用咗1820萬新加坡元，即係大約1億港元，買咗一個豪宅。新加坡金管局已經展開調查。喺英國，當局已經凍結咗陳志嘅企業同埋資產，包括19處房地產。有呢間喺倫敦北部聖 John's Wood 價值1200萬英鎊，即係大約1億2500萬港紙嘅別墅。最矚目嘅就係倫敦金融城芬卓奇街10號呢一整棟商業大廈，目前價值大約1億英鎊，即係10億4000萬港紙。陳志係喺2020年透過離岸公司用咗9400萬英鎊從香港上市嘅莊士中國嗰度買到㗎。負責經營柬埔寨西港同金貝集團賭場，仲有詐騙園區嘅竹鐘錶，就喺杜拜買咗29個物業，包括雲溪港嘅16個豪華公寓。佢嘅太太就有倫敦金絲雀碼頭嘅地標頂峰公寓嘅豪宅，即係畫面入邊最高嗰一棟。佢哋用塞浦路斯黃金簽證攞到嘅歐盟護照已經被取消。太子集團透過5間韓國銀行喺柬埔寨嘅分行做過幾十單交易，涉款1970億韓元。目前呢啲銀行已經凍結咗太子集團嘅賬戶，大約910億韓元，即係4億9500萬港紙嘅存款。柬埔寨內政部回應就話，願意喺收到正式司法合作請求並且確認證據充分之後，依據法律框架同埋相關國家展開合作，以避免俾外界認為包庇涉案人士。但係同時強調並未指控太子集團同埋陳志涉及美英兩國指嘅犯罪行為。太子集團喺柬埔寨境內嘅經營活動符合所有法律規定。柬埔寨副總理兼內政部長邵蘇卡被指持有金貝賭場嘅股份，內政部發聲明就話邵蘇卡從未參與金貝賭場嘅投資，亦都冇持股，同太子集團並冇任何關聯，淨係喺社會同埋慈善事務上面有一般往來。太子銀行就擠提，柬埔寨國家銀行就話會密切監控。美英制裁之後，唔同國家或者地區都表示會主動調查。香港嘅官員呢就未有表態。香港警方就話一直採取積極措施調查同收集情報，以打擊詐騙罪行。警方並會加強同其他執法機構同埋相關持份者合作，共同打擊涉及詐騙嘅犯罪團夥同埋跨境跨國犯罪組織。證監會同埋港交所就話唔評論個別個案。目前陳志相關嘅3間上市公司並冇停牌。有熟悉證監會同埋港交所調查嘅人士就話，兩個機構都會關注國際制裁嘅消息同埋調查，但係首階段只能夠向公司同董事詢問情況，要有更多證據先至可以向法院申請命令搜查文件。由於陳志等人並唔係喺香港，調查會較被動。